有99年历史的家具旧家角，目前是国定古迹。在这届的台湾设计展当中，嘛是主要的展览场馆之一。设计团队利用厨房结合在地人文，打造有技术也有创意的空间，让民众会当来遮翕相，体验到无同款的台湾设计展。你好，欢迎光临9间青年旅店。柜台人员清楚问好，但是这不是地点，是家己的旧家角。为了配合家己市台湾设计展的举办，透过设计团队的装塔，让这座家角有全新的感觉。每一个创作啊、艺术品啊，都会很直接，就是你会感受到，就是哇，这就是嘉义人做出来的东西，是很有热度的。还有加一些装饰啊、一些色彩，所以孩子们倒不会觉得很害怕，还蛮开心的这样。一间一间的珐琅间啊，有艺术家的创作空间，嘛有在地人文的小街，甚至佫甲病舍改造是会当啉饮料的所在，改变过去家角黑暗的气氛。今天为你特调这边是叫做加油老木，然后它是以就是燕麦奶为基底，然后里面还有加一点快木的香料。觉得这些还保留还蛮 OK， 而且还蛮创新的，它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死板很可怕。它透过色彩，然后透过软性的材质，然后透过共创的双手，然后去打破大家对于监狱既定的想象。在1922年启用的家具旧家角，到档已经要100档。这届配合台湾设计展的举办，加做展览的主场之一。设计团队表示，这毋但是台湾设计展上有特色的展览馆，嘛和家角所代表的符号有了新的解说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